自从这个翠暗来采用到新名剂了后，也是有真侪民众来反映讲买无翠暗，所以政府有咧研究，若是药房每一天翠暗的销售量伫咧5成以下者，都甲卖出的配药改换伫个网络顶来贩卖。这个细节也咧讨论，上紧今仔日就会定案，这礼拜四就会正式来实施，要互平常时也无法度排队的上班族，加一寡买到翠暗的机会。伫翠暗国家队的努力之下，经济部长沈荣津讲，这礼拜翠暗一天的生产量都有机会冲到1000万片。翠暗新名剂了后，真侪上班族反映买无翠暗，即马政府要研议翠暗新名剂2.0，将寄出来的翠暗配药改采网络贩卖，减少到邮局排队。会利用数位科技，大数据。然后让我们这些口罩有需求者能够很方便的来买到口罩。这项细节也阁需要由行政院长苏贞昌定案。翠暗国家队尽全力加速翠暗机的制造，即马60台的产线，大多数已经投入生产。在这个礼拜可以达到920万片，平均每天如果单日有机会来破1000万片。可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旅游观光、餐饮各大产业拢真惨，进行低用馆一定爱实现。电子抵用券 APP 甲一个实体的，因为啥？一寡夜市啊，遮较年纪较大的，遮的长辈伊咧经营，你讲要去补这可能较困难，所以讲并行。政府甲民间团结起来，要将疫情带来冲击降到上低。